如果行得萬二步左右，或者由觀塘計嘅話咧，咁我4點鐘開始行，而家就大約係5.7個字，咁就行咗1個鐘頭0.7個字嘅，仲係慢慢行。嚟到尖沙咀鐘樓啦，尖沙咀碼頭，係個時間係5:53，咁即係唔使2個鐘頭，我就嚟到呢度啦，慢慢行埋去旅遊區，行咗大約係13,000步左右啦，我拍到呢度完啦。